依家咧就同大家介紹翻我哋西門子嘅微波焗爐嘅使用方法同埋日常嘅保養啦。咁面前呢一部咧就係我哋西門子嘅微波焗爐啦。咁佢可以做到純焗啦、純微波功能啦。另外亦都可以咧焗嘅時候添加微波，去加快成個煮食時間嘅喎。好，咁我哋睇睇個內籠部分先啦。咁內籠咧總共咧就會有兩個配件嘅，一個就係燒烤架，另一個咧就係焗盤啦。OK，咁呢個燒烤架咧其實咧佢做咗個特別處理㗎，咁喺微波嘅時候咧亦都可以運用到嘅。好，咁跟住之後啦，我哋睇睇個 control panel 啦。control panel 部分咧呢個位置左手邊開始講起就 on off 掣啦，開關啦。咁撳着咗佢之後咧就會去到一個加熱模式嘅面板㗎啦。咁我哋或者撳翻去主目錄先，睇下有咩模式。咁變相第一個咧就係加熱模式先啦，就係即係焗嘅功能啦。第二個就係純微波功能啦。咁第三個微波組合咧就係微波焗嘅時候咧用混合埋微波咧去加快成個煮食程序嘅。跟住之後下一步就係一個餐點功能啦，一啲智能嘅烹調程式啦，輸入咗好多個菜式喺裏邊嘅，個清潔功能啦，有個乾嘅功能啦，跟住去翻切嘅。我哋睇一睇個加熱模式先啦。加熱模式咧，第一個 4D Hot Air， 咁佢就用熱風咧係煮嘢食嘅。咁咧基本上99%嘅食物咧都可以用呢一個模式咧去煮嘅。譬如有啲新手嘅朋友啦，唔係話好識煮嘢食啦，咁用邊隻模式去焗啲嘢食好咧？其實唔使擔心嘅。如果唔知嘅話，用呢個都 OK 嘅，咁效果都唔錯㗎。咁然之後啦，如果你想調節溫度嘅話咧，就可以咧撳一撳呢一個溫度嘅位置，咁係一個輕觸式嘅面板嚟嘅。咁佢底色變咗做黑色嘅話咧，就可以用呢個擰扭盤咧去調節個溫度啦。咁調節完個溫度之後咧，就可以咧撳呢粒時間掣去選擇一個時間啦。譬如你想焗30分鐘嘅，咁跟住之後咧，你就撳30分鐘，跟住撳 start 掣，咁就開始你嗰個焗嘅時間㗎啦。好，咁跟住之後，我哋睇一睇下面有啲咩功能啦。咁咧就係一個上下底火啦，上下加熱啦，一個環保式熱風啦，熱能少少嘅一個環保式嘅上下加熱啦，一個熱風燒烤功能啦，就係用熱風幫你煮熟舊食物之餘咧，另外佢咧上面發熱線都會發熱嘅，咁就幫你做翻一個焦香嘅感覺啦。跟住有個全面燒烤啦，用晒上面頂部整個發熱線嘅區域去幫你做一個焦香嘅感覺嘅。呢個集中燒烤咧，就係用晒頂部發熱線中間嗰個部分嘅。咁又話啲食材比較細件少少嘅話咧，就可以用呢一個集中燒烤功能啦。個薄餅烘烤功能啦，就專焗披薩用嘅。個低溫慢煮啦，跟住就 slow cook 咧，就係今日底部加熱 bottom heat，同埋個保溫功能啦，有個暖碟功能啦。咁個烘烤冷藏食物咧就係放翻你。譬如你有個急凍披薩嘅咁咧，其實你可以咧直接放入去，唔需要預個焗爐。跟住咧可能佢後面個急凍披薩個說明書建議你用200度焗10分鐘，咁你直接撳200度焗10分鐘咁就 OK 㗎啦，就唔需要預熱㗎，你就可以翻4D Hot Air㗎啦。好，咁跟住之後啦，另外我哋就睇睇微波模式。微波咧就係一開始咧，佢就會有咧5個功率俾你可以選擇嘅，90、180、360、600同埋 Max 嘅。OK， 咁用好簡單，就只要用360喎。我想叮佢1分10秒嘅，咁跟住之後你 set 好咗時間之後撳 start 掣就 OK 㗎啦。咁另外咧就係啦，咁呢啲微波功率咧主要係用喺邊個情況咧？譬如90至180主要就我嚟做解凍用嘅，即係解凍啲急凍食材用嘅。咁360至到600W咧就主要嚟煮嘢食用嘅，或者加熱翻啲食物啦。咁 Max 咧就一般嚟講咧就愛嚟加熱嗰啲純液體嘅，譬如可能你想夜晚叮翻杯熱牛奶啊，咁你就可以用 Max 個功率啦。咁但係記得要注意喎，當你叮純液體嘅時候咧，記得一定要擺隻匙羹落個杯裏面因為咧如果你唔擺嘅話咧，你有個高功率嗰段時間之後咧，有機會會產生一個叫做延遲沸騰嘅現象㗎。咁就係當你打開個爐門嘅時候，想攞翻杯牛奶咧，咁有機會咧嗰個杯咧會爆裂啦，而且嗰啲液體咧亦都會濺出嚟㗎，咁好危險嘅。所以記得一定要放翻隻匙羹喺杯度，咁就可以抵消呢個延遲沸騰嘅現象㗎啦。
咁跟住之後啦，另外有個微波組合嘅功能。微波組合功能咧就係咧，當你焗嘅時候咧，可以添加埋微波做輔助，去幫你加快成個煮食時間嘅。打個譬如啊，假設啦，你想焗一隻雞嘅大概1斤重左右，咁大概咧需時就35至40分鐘左右。咁但係如果你焗嘅時候添加埋微波做輔助嘅話咧，咁咧只需要大概20分鐘咧就已經可以焗得到㗎啦。咁咧微波功率咧，佢咧有3個功率俾你選擇嘅，90、180同埋360嘅。溫度嘅話咧，咁就自己調校翻你想要嘅溫度咧，一般就180至到200度 OK 㗎啦。咁跟住調校晒之後咧，咁啊撳翻你所需嘅時間，撳 start 掣咁就用到㗎啦。咁啊總共有5個模式咧，可以咧加熱嘅時候咧添加埋微波嘅，有4啲熱風啦、上下加熱啦、熱風燒烤、全面燒烤同埋集中燒烤可以加到微波嘅。咁我哋睇睇下一頁，咁有個餐點嘅功能啦。其實咧呢個餐點功能就係咧，佢儲存咗超過100個菜式裏邊咧，選擇翻你想要嘅菜式，譬如你想焗一隻雞咁樣啦，咁我哋就撳翻加琴，你撳雞，咁啊當然啦有其他家人俾你選擇嘅，咁我哋撳翻雞先，雞跟住之後裏面有冇樣嘢咧？有樣嘢嘅或者冇樣嘢嘅，咁啊假設鹽焗雞啦簡單啲，咁啊冇樣嘢嘅喺個雞湯裏面，咁啊只需要輸入翻嗰隻雞嘅重量呢部機知道。假設1000 gram 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哋直接撳個 start 掣就 OK 啦。咁咧佢就會用一個最適合嘅模式啦、溫度啦同埋焗嘅時間啦，去幫你焗好隻雞嘅。咁就完全唔需要個用家去考慮嘅。OK， 咁另外有呢個烹調提示咧，佢會建議你放喺邊個位置啦、邊層數啦，或者一啲乜嘢配件可以放落去啦咁樣嘅。非常簡單易用嘅。咁另外有一個叫做清潔功能啦，咁清潔功能咧就係咩嚟嘅咧？其實咧我哋爐康咧有一個特別嘅設計嘅，咁大家會見到咧，正常呢一面比較滑啲嘅爐康咧就叫做搪瓷塗層。咁咧你見到側邊呢啲咧淺灰色嘅鞋地嘅，捽落去咧係有聲嘅。咁呢個就係陶瓷囊嘅塗層啦。咁呢個就我哋個叫做 Eco Clean 嘅塗層啦。咁有一個特性嘅，佢裏面有好多氧氣喺度㗎。當你咧焗緊嘢啊，或者做緊呢個清潔功能嘅時候，個溫度超過200度嘅時候咧，陶瓷囊咧個氧氣就會走出嚟嘅。跟住之後咧，如果佢表面呢個陶瓷層咧係有啲油脂吸附住咧，佢就啲氧氣咧同呢啲油脂接觸嘅話咧，就會氧化咗呢啲油脂做水蒸氣，咁就係一個自潔功能嚟嘅。OK 咁咧。呢一個清潔功能咧，就大家咁樣用嘅。假設你個爐康可能見到有啲油脂啊彈咗喺側壁啊、背壁啊呢啲位置咧，咁你就可以用呢個功能去清潔翻佢嘅。咁用完之後就乾淨好多嘅。咁但係清潔嘅時候都要注意翻啦。如果有啲食物殘渣啊，或者一啲非油性嘅汁液咧，我會建議大家咧可以清走咗佢先啦，或者抹走咗佢先啦。咁個爐康咧就會咧容易啲更加清潔嘅。然之後啦，有個乾嘅功能啦。假設抹乾淨部爐啦，可能咧有啲濕喺裏面嘅，咁我都建議大家可能撳翻呢個控乾功能啦，控乾部爐啦，咁費事防止咧有陣噏味啦產生咗啦。好，咁跟住之後啦，最尾就設定啦。咁大家可以睇下設定可以設定啲乜嘢啦？語言啦、時鐘啦、日期啦、月份啦、年份啦、聲音信號啦、按鍵音量啦、顯示屏亮度啦、時鐘顯示嘅方式啦、照明系統啦，究竟佢呢一個會唔會自動繼續啦？即係你開門嘅時候會停，閂門會唔會繼續自動繼續啦？開機後運作啦嘅模式啦，跟住有冇警告字樣啦？跟住有夜間暗光啦、品牌標誌，跟住之後有個乾燥微波嘅功能啦，有開風扇啦，跟住之後另外有個 Spa Mode 咧，就係一個安息日嘅模式嚟嘅。咁視乎大家想點樣需要啦，去設定翻啦。咁設定晒所有之後咧，撳個 menu 掣，佢就會問你究竟 save 唔 save？丟棄就真係唔 save 啦，儲存就 save 啦，咁就可以儲存咗去你嘅設定，咁就會儲存咗噶啦。跟住再講埋呢幾粒鍵啦，呢個就係時間鍵啦，咁呢個就快速加熱鍵嚟嘅，咁就可以幫你快速做預熱嘅 ，OK，咁但係一定要超過100度先可以嘅喎，先可以撳到呢個掣喎。如果唔係你選擇嘅溫度低過100度係撳唔到呢個掣，跟住就開始暫停。好，咁另外啦，有啲小貼士啦，一樣啦，譬如外觀啊，或者爐康裏面咧污糟咗一樣都可以用一個水加清潔劑稀釋咗佢之後變清潔水抹乾淨佢啦。抹乾淨記得一定要用翻個乾淨嘅濕毛巾抹翻殘留嘅洗潔精喎。OK。
咁最尾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啦，有啲朋友可能擔心微波會唔會唔安全啊？其實你可以放心嘅，微波嗰隻咧叫做非電離輻射，同普通會影響我哋人體啊，或者會令到我哋有 cancer 啊，破壞我哋 DNA 嘅輻射係唔同嘅，嗰隻叫做電離輻射啊。咁非電離輻射咧，其實咧就好似一啲光能啊，或者一啲熱能咁啊，其實我哋都叫佢做輻射嘅。OK 咁需唔需要擔心嘅一個名詞嚟嘅啫相反啦，微波咧其實咧可以加快成個煮食嘅時間咧，其實咧係可以維持得更加多個營養嘅喺個食物裡面嘅。咁所以如果適當運用微波咧，其實就唔需要擔心嘅。相反嚟講咧，就可以更加健康添啦，同埋會可以快啲煮完嘢食嘅，方便好多嘅。再次多謝大家使用我哋西門子嘅電器。